梁美薇突然宣布驚人消息，陪咗31年冇名分終於爆發，深夜要求天王要名分。呢條消息一出嚟，評論區即刻炸晒。唔係因為個仔本身，而係有一個細節令到所有人都嗅到唔同嘅味道。梁美薇，江湖人稱小美。而就喺幾日前，據知情人士透露，63歲嘅梁美薇喺一次深夜同郭富城嘅通話中，終於講出咗一句別咗30幾年嘅說話：我呢世人到底算你咩人？呢句說話好似一粒遲嚟嘅炸彈，喺香港娛樂圈嘅深水區炸開咗一個巨大嘅裂口。你要知道，呢個女人陪咗郭富城成31年，31年係咩概念？方圓嫁咗郭富城先得8年，洪黛林拍拖7年，之前嗰啲緋聞女友加埋一齊都唔夠佢一個人嘅零頭。更令人唏噓嘅係，佢親眼睇住佢一路由無名小卒變成4大天王，親眼睇住佢娶咗個細佢22歲嘅女仔，親眼睇住佢一個接一個咁生仔，而佢自己到依家都係一個人。有人話佢傻，有人話佢痴，亦有人話佢活該。但當你將佢呢一世嘅故事由頭到尾列一遍，你會發現呢個世上最殘忍嘅事，唔係得唔到，而係明明付出咗一切，卻連個名分都冇。第一章，新聞夢碎，命運將佢推向另一條路。要講梁美薇呢個人，要將時間倒返上世紀80年代初嘅香港。嗰陣時嘅佢仲叫梁美薇，唔叫小美。佢係一個地地道道嘅香港女仔，中學讀嘅係香港真光中學，大學念嘅係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。佢老豆早年由內地南下，靠住一股拼勁喺香港站穩咗腳跟，所以小美由細到大嘅生活環境相當唔錯，屋企有錢有文化，耳濡目染全係文學同音樂。佢最大嘅夢想係咩？當新聞主播。冇錯。就係嗰種端端正正坐喺主播台前面，字正腔圓播報天下大事嘅女主播。你諗下，以佢嘅學歷同家境，呢條路完全行得通。但命運呢樣嘢，從來都唔跟劇本行。佢走去 TVB 面試，結果呢？人家高層上下打量咗佢一眼，講咗句令佢一世都忘唔到嘅說話：你呢個新版太纖弱啦。坐喺主播台上面，好似隻小鴨仔咁，氣場唔夠，新聞夢就咁碎晒。小美都唔係嗰種喊喊啼啼嘅人，碎咗就碎咗咯。佢被調劑去做咗兒童節目，冇待幾耐就轉去咗綜藝組嘅音樂部，陰差陽錯做咗勁歌金曲嘅助理導演。邊個估得到，就係呢個看似唔起眼嘅崗位，徹底改變咗佢嘅一生。第二章。同一日入 TVB， 佢一眼就睇中咗嗰個伴舞嘅少年。1984年，梁美薇同郭富城喺同一日考入咗無綫電視，一個係綜藝組音樂部嘅幕後小妹，一個係舞蹈組嘅小舞蹈員。講白啲，嗰陣時嘅郭富城乜都唔係，就係一個俾張國榮、梅艷芳佢哋伴舞嘅小角色，企喺舞台最角落，燈光照唔到嗰種。但小美就覺得呢個男仔唔同。據後來知情人士回憶，小美曾經同朋友講過，嗰陣時好多人都唔正眼望佢，但我總覺得佢對眼入面有股勁，乾乾淨淨嘅，唔似係會一直留喺角落嘅人。所以佢時不時會去鼓勵佢幾句。你唔好少睇呢幾句說話，對於一個喺娛樂圈底層掙扎嘅後生仔嚟講，有人願意同你講你得嘅。嗰個比乜都管用，但真正令小美喺成個香港樂壇一炮而功嘅，係一次純純嘅意外。第三章，一夜成名，佢成咗香港填詞界第一個食螃蟹嘅女人。當時巨星羅蚊嚟電視台傾新專輯嘅宣傳，傾住話有一首歌仲未填詞，編導腦筋一轉，當場就將小美推咗出去。我哋呢度有個女仔寫詞好犀利嘅。你要唔要試下？羅蚊半信半疑，心諗呢個邊個嚟？從來都冇聽過。但死馬當活馬醫，就將首歌交咗俾佢。結果第二日，小美就交稿啦。嗰首歌叫《幾許風雨》，寫嘅係人生路上嘅坎坷同堅持。
羅蚊攞到歌詞嗰一刻，據講呆咗好幾秒，然後講咗句呢隻詞絕咗。呢首歌後來攞到咗第9屆香港電台10大中文金曲嘅最佳填詞獎，而小美成咗香港樂壇歷史上第一個攞到呢個獎嘅女填詞人。你要知道喺嗰個年代，填詞呢行基本上係男人嘅天下。林夕、黃偉文呢啲大神好似兩座大山咁橫喺度，邊個都覺得女人寫詞就係玩下啫。點知一個20出頭嘅女仔，硬生生喺呢座銅牆鐵壁上鑿開咗一條縫。跟住落嚟嘅幾年，簡直就係小美嘅高產巔峰期。據圈內人透露，小美雖然寫嘅唔算最多，但水準絕對可以同另一位大師劉卓輝鬥埋一齊。如果故事就停喺呢度，小美大概會成為同林夕齊名嘅女詞人，獎杯一個接一個，名字響徹成個華語樂壇。然而1993年嗰個春天，佢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跌晒眼鏡嘅決定。第4章，放棄一切，只為一個人。1993年，郭富城正處於事業最危險嘅時候，佢由台灣靠住一首對你愛不完攻遍兩岸三地，返到香港之後，卻因為合約問題同 TVB 高層徹底反面，差啲被全面封殺。嗰陣時嘅佢，前途一片灰暗，同行喺背後結刀仔，公司喺前面設路障，簡直就係四面楚歌。而呢個時候嘅小美呢，佢已經執好行李，準備跟住屋企人移民加拿大，過安安穩穩嘅日子去啦。但佢最後冇走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當時小美嘅老豆聽到郭富城嘅處境，問咗佢一句：嗰個後生仔，你真係唔理啦？小美沉默咗好耐，最後將機票退咗。佢唔單止冇走，仲做咗一件更癲嘅事，成立咗小美工作室，成為郭富城嘅獨家經理人。一個手握港樂界頂級資源嘅女詞人，一個隨便幫邊個寫歌都可以賺錢嘅才女，居然心甘情願咁將自己嘅事業半徑收縮到一個人身上。從此，佢再都冇簽過其他藝人，半生嘅精力全部鋪喺郭富城一個人身上。你話呢個係咩？係友情？係義氣？定係其他嘢？佢自己話係知遇之恩嘅回報，但31年都仲未回報完，呢個恩情都太重啦嘛。第6章，嗰啲差啲令佢崩潰嘅危機，佢全部頂住咗。2007年，郭富城遭遇嚴重嘅財務危機，小美二話不說，將自己住咗9年嘅單位以1700萬嘅價錢賣咗，然後以每個月10萬蚊嘅租金租咗同一棟樓嘅另一個單位，將錢全部攞去幫郭富城補個窿。你聽清楚未？佢賣咗自己嘅樓去救佢。呢種事已經遠遠超出咗經理人3隻字可以概括嘅範圍，所以外界一次又一次咁將準天王嫂嘅標籤貼到佢頭上。港媒更加係隔3差5就影到佢哋兩個一齊食飯，一齊行街，標題寫到嗰個曖昧啊。但小美本人呢？佢從來都唔接呢個話題。佢講得好清楚，我一直將郭富城當細佬咁照顧，唔會愛上自己嘅細佬。佢請我做經理人，已經係對我知遇之恩嘅回報啦。呢段說話講得幾靚，幾體面。但你仔細品下，一個女人將另一個男人當細佬咁照顧咗31年，賣咗樓救佢，半夜幫佢處理危機，全程喺度睇住佢拍拖，呢個真係得細佬咩？第7章，熊黛林嗰段，兩個女人差啲撕破臉。郭富城嘅感情生活從來都係港媒嘅頭條素材，由早期幾任緋聞女友，到後來長達7年嘅熊黛林，小美幾乎全程在場。但要講最劍拔弩張嘅，仲係熊黛林嗰段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熊黛林同小美嘅關係一度非常緊張。熊黛林唔想同小美共享情人，小美就覺得熊黛林唔夠穩重，配唔起郭富城。兩個女人之間嘅暗戰，圈內人都睇喺眼入面。據講有一次喺後台，兩個人差啲當場嘈起上嚟，最後仲係郭富城出嚟打圓場先冇搞大。但呢段感情最終都係不了了之。
2013年，郭富城同熊黛林分手，據講小美喺背後出咗唔少力，直到方圓出現，一切先有咗完全唔同嘅走向。第8章，佢親眼睇住佢娶咗人哋，仲要笑住幫手。郭富城結婚當日，據現場嘅工作人員透露，小美嗰日着咗一身得體嘅深色套裝，頭髮梳到一絲不亂，面上掛住得體嘅微笑。有人問佢：你唔難受啊？佢就笑咗笑，乜都冇講。第10章，63歲，深夜嗰通電話入面嘅崩潰。翻去開頭講嘅嗰件事，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三女出世之後冇幾耐嘅一個深夜，小美同郭富城通咗一通好長嘅電話。具體傾咗咩冇人知，但據講收咗線之後，小美一個人坐喺客廳喊咗好耐。而嗰句我呢世人到底算你咩人，就係喺嗰通電話入面講出嚟嘅。31年，由22歲到63歲，佢將自己最好嘅年華全部俾咗一個男人。佢哋之間到底係咩？小美話係姐弟情，郭富城話係恩人，外界話係準天王嫂。但我覺得呢段關係早就超越咗所有標籤，冇結婚證上面嘅名，卻結成咗比好多婚姻都長久嘅牽絆。屬於小美嗰份故事，或者早已唔需要其他人嚟定義咩係值得，咩係遺憾。佢呢世人最大嘅成就，唔係嗰啲金曲獎，唔係嗰個最佳填詞人嘅頭銜，而係佢用31年證明咗一件事：呢個世上真係有一種感情，唔需要名分都可以地久天長。只不過代價係佢自己嘅一世。